Yoyo 蒙嘉慧有鑑於黃宗澤被偷拍事件，坦言自己喺屋企都擔驚受怕，大嘆藝人難做。早前Yoyo 蒙嘉慧同埋男朋友鄭伊健就去咗歐洲嗰邊旅行翻嚟啊！呢排見到佢都係精神爽利咁啊，相信佢唔單止身體心靈都非常之健康，之餘佢嘅感情生活都非常之穩定噶。見次 Yoyo 提親男朋友伊健都非常之 sweet 就知啦。伊健同 Yoyo 不嬲都咁 sweet 啦，好似你話齋佢哋去歐洲玩嘅時候咧，一齊着住情侶裝，兼且係踩住單車周圍走咧，我覺得又浪漫，亦都好 sweet， 更加係好環保添。早前被人踢爆同男友鄭伊健秘密遊歐洲嘅蒙嘉慧，呢一日盛裝出席時裝 show， 而一向對服裝造型都要求嚴格嘅 Yoyo 就透露自己平時會將比較少着嘅衫送俾朋友，希望可以減少浪費。既然 Yoyo 咁支持環保，身為男友嘅伊健當然都係一個環保分子啦。譬如有陣時會叫外賣，佢會攝住屋企有匙羹啊。我聽到佢會講話唔使攞匙羹，唔使攞嗰啲筷子咯，即係佢會記得做呢啲嘢咯。但係用完呢啲邊個負責洗先？呢種咁就當然有而家個科技上咧有啲好好嘅科技可以幫助你，同埋佢都好環保㗎。我據聞我聽過有啲機器 machine 係佢洗一大紮碗，佢淨係用1桶水咁。咁所以佢又會覺得，即係我哋都覺得係應該要咁樣用。即係其實長遠嚟講嘅有陣時有啲嘢係可能今次俾多少少錢要買。但係長遠嚟講，應該為個環境好啲，少啲污糟水，用少啲水嘅話，其實應該要支持咯。我以為係佢肯負責洗碗啊嘛。佢唔係啊，係你負責。嗰個遲啲先再講。講到伊健 ，Yoyo 就笑得咁甜。不過問到佢關於 Bosco 黃宗澤最近喺自己屋企被偷拍嘅事 ，Yoyo 就即刻好激氣啦。覺得偷拍佢嘅人好過分，你諗下喺屋企啫喎，即係我喺屋企都冇自己嘅私隱度，我覺得做乜嘢要咁呢？我哋做藝人啫，我哋係娛樂你哋，但係我唔係令到自己連一啲娛樂都冇咯。我仲要每日仲要好似防賊咁防，即係我會覺得即係有啲過分。同埋我成日覺得藝人同記者根本係啲好息息相關嘅行業，其實大家互相大家尊重，俾翻個良心出嚟，其實會令到大家都會好啲咯。你會唔會而家都拉晒窗簾㗎？你哋其實我都唔會嘅，因為我覺得即係好難，你都需要啲陽光。我要陽光，我要空氣，同埋我又覺得，譬如而家我好多時候我都唔開冷氣咁樣先。咁我如果連窗都唔開，我屋企焗死。咁我一定要開少少窗，同埋我覺得間屋譬如有啲植物，我覺得有啲陽光，成個人個感覺先有即係有啲生機。咁但係如果我為咗要避狗仔，我冇咗自己嘅話，我又覺得即係其實唔好咯。咁不過我哋真係有啲精神病㗎啦，已經有陣時我哋咧，譬如一望窗咧就會即係會睄下望下又。即係揸車又會望下後邊有冇狗仔跟，有陣時我覺得點解要做到咁呢？即係大家都只不過想即係做呢行都希望有個安穩嘅生活啫。而同場嘅林莉即將會出埠，事關身為環保大使嘅佢會去俄羅斯影一輯相。講起影相，最近仙杜拉嘅兒生涉嫌非禮旗下公司3名年輕模特兒嘅案件引起轟動，轉戰模特兒界嘅林莉都呼籲各位同業要小心陷阱啊！所以我自己覺得，如果係真係想入行做 model 嘅女仔呢，其實我覺得都係去翻傳統啲嘅方法，譬如係即係準備好自己，咁係譬如可以揾一啲攝影師幫自己影一啲好簡單，真係好簡單嘅相，咁就可以自薦 send 翻去一啲大型嘅模特兒公司。我覺得係會保護自己多啲咯，係啊。但係你有冇試過俾人要求你咁樣影相先？我其實冇啊，我係第一次影真係完全係全裸，就係上年人體彩繪咯，跟住都冇影過呢一啲咁嘅相。最近新一屆候選港姐已經誕生，而唔少佳麗亦都成為傳媒追訪嘅對象。呢一日 ，Carrie 就以大師姐嘅身份俾啲 tips 一班師妹啦。其實可能對於即係完全未接觸過娛樂圈嘅女仔呢，其實對於佢嚟講，每一次係面對記者，其實都好有壓力㗎啦。咁我諗係都係做好自己啦。咁同埋係唔好俾太大壓力自己咯。係啊，我自己，因為我嗰時都有少少壓力，咁跟住又係會變咗，可能會影響自己嘅狀態咯，唔係咁好。